Hello，各位香港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 Simon 啊。近呢3個月咧，超過200個香港朋友私信問我，內地供底房真係咁平？咁用港紙買大灣區供底房到底靠唔靠譜呢？講真啦，面對大灣區嘅樓市咧，好多朋友都係心大心細啦，想執樓又驚有陷阱。今次我就同大家講清講楚供底房嘅底細啦。我哋唔講呢啲行內嘅術語，淨係講你賺到嘅實利同埋陷阱要點樣避免，同埋點解而家港人揾大灣區嘅筍盤供底房係最有性價比嘅選擇呢？首先，我哋講到呢個核心供底房，唔係咩套路，係一個真實市場嘅機會啦。簡單啲嚟講，就係開發商資金周轉唔掂啦，就將起好嘅現樓咧抵咗俾建築商嚟還數。咁建築商為咗快速咁套現咧，就會以低於市價嚟放售。呢個就係我哋普通投資者嘅機會啦，冇中間人嘅加價啦，直接係對接債權方嘅。咁我直接舉個例子啦，一套珠海核心區市價200萬人民幣嘅公寓咧，供底房可能只需要85萬就 OK 啦，直接係慳50萬嘅。再加埋港紙對人民幣嘅匯率優勢咧，用港紙結算咧，再打個92折。咁呢個雙重折扣嘅優惠咧，實質港紙嘅成本咧，比市價咧係平30%以上嘅。呢個唔係假嘅優惠，呢個係睇得到同埋計得出嘅真金白銀啊！咁點解而家全港投資者都盯住呢個大灣區供底房呢？3個核心優勢，每一個都啱晒你哋口味嘅。咁第一就係價錢交匯率嘅雙包括啦。執樓空間係非常之大嘅，供底房咧本身就比呢個市價咧平10%到30%嘅，呢個係行業嘅公認嘅價錢優勢啦。再加埋港紙嘅匯率紅利啦，等於折上折啦。咁人哋買樓係使錢，你買供底房咧係攞最低嘅成本，攞同等價值嘅資產，呢個就係大灣區供底房嘅核心競爭力啦。同等資產價錢最平，同等價錢資產最優喎。第二咧就係現樓為主嘅，徹底遠離呢個爛尾嘅風險啦，眼見為實係最安全嘅。咁香港朋友嚟內地買樓最驚係乜嘢呢？無非就係睇圖紙買樓，最終變爛尾。咁供底房嘅核心屬性咧，就係以現樓同埋準現樓為主嘅。個樓層高度、屋苑綠化同埋格局戶型、周邊配套，你都可以親自去睇、親自去感受，唔使搏運氣，唔使等開發商交樓，同埋呢個產權紛爭咧，基本上係零嘅。咁土地抵押呢啲大問題咧，早就已經解決咗㗎啦，剩翻就係邊個收錢過邊個戶呢個簡單嘅手續啦。咁第三就係大灣區嘅核心佈局咧，就係30分鐘生活圈啦，價值同便利係雙在線嘅。所有嘅大供底房咧，基本上都集中喺呢個大灣區舊市啦，深圳、廣州、珠海、佛山、中山嘅。咁呢個唔單止係一個投資嘅熱土啦，仲係港人嘅跨境後花園。30分鐘直達西九龍，珠港澳大橋連通3地，飲食文化同埋生活習慣咧，同香港咧冇兩樣嘅。咁週末過嚟睇樓、考察、嘆美食，一日就 OK 㗎啦。無論你哋喺投資收租，定係跨境辦公，定係退休養老，呢個流通性同價值嘅潛力咧，都係內地其他城市比唔到嘅。咁我講完咗優勢啦，一定要講下買供底房注意啲乜嘢呢？第一點就係認準一手跟名，拒絕呢個層層轉手啦。產權清晰係底線，最理想嘅狀態咧就係樓盤未備案，債權方直接過戶俾你。呢個手續簡單，費用平，風險幾乎上係零。如果呢個樓咧已經備咗案啦，一定要叫對方講清楚呢個解押嘅全流程啦，寫入合同度，千祈唔好為咗慳呢幾萬蚊砌入咗呢個產權紛爭嘅無底洞。冇清晰嘅產權，再平嘅樓都唔係屬於你嘅。咁第二點咧就係計清楚呢個總成本啦，唔好俾表面嘅價錢呃到啦。咁性價比一定要計總數嘅。供底房表面嘅價錢再吸引，都要問清楚有冇更名費啦、稅費啦、茶水費啦，一筆筆計清楚，同而家嘅市價嚟對比。咁計完咗呢個總數啦，先知道係咪真係咁抵，唔好俾表面嘅折扣呃到啦。第三點就係實地考察呢個3大核心啦，就係地段、開發商同埋流通性，一個都唔少得。再平個樓喺郊區冇地鐵冇配套，最終都係成為一個磚頭㗎咋。咁買供底房絕對唔可以齋睇價錢啦，一定係親身去睇下呢個地段啦，係咪核心區啦，有冇地鐵、學校、商場啦，睇下發展商嘅口碑如何啦，有冇爛過尾嘅存貨啦，睇下個流通性啦，即係周邊嘅住戶多唔多啦，二手市場活唔活躍啦。咁最後供底房唔係話執就執嘅，係需要做功課嘅財富機遇啦。佢適合一個追求性價比、願意花時間考察、想佈局大灣區嘅香港朋友。如果你怕麻煩，想坦平穩賺呢，咁供底房可能唔太適合你啦。不過只要你揾啱咗辦法同埋避開啲陷阱，用港紙嘅匯率優勢買大灣區嘅核心現樓供底房，呢個就係而家最有性價比嘅選擇啦。好啦，我哋團隊係提供一個粵語服務啦、跨境睇樓指導啦，甚至直接幫你對接債權方。如果你想知道大灣區邊幾個城市供底房最抵買，珠海邊個屋苑供底房仲有現樓，歡迎喺評論區留言或者直接私信我。下一期我會帶大家實地探訪珠海供底房現樓，直擊現場睇下平30%嘅
精裝現樓到底係3咩樣嘅。記得關注我，唔好走寶。我哋下期見，拜拜。